最近你行喺旺角、深水埗，甚至係中環啲橫街窄巷，有冇發現個天色好似變咗色咁？唔係講緊黃色暴雨警告，而係嗰隻鮮豔到有啲刺眼嘅黃色招牌元記雲餃，好似細胞分裂咁，開到周街都係。你可能會諗，喺香港開間茶餐廳都話要幾百萬裝修，租金貴到離譜，人工又話要2-3萬先請到個洗碗。點解呢啲大陸落嚟嘅過江龍可以喺呢個飲食業寒冬逆流而上，仲要賣得咁平？30幾蚊有一大碗雲吞麵，仲要標榜現現包，新鮮唔隔夜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呢場香港飲食業嘅大洗牌，睇下元記呢類品牌背後究竟有咩殺人技，佢哋點樣利用櫥窗表演學同農村包圍城市呢套戰術，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，打到本地老牌麵店都無晒還手之力。其實講返轉頭，香港人對雲吞呢樣嘢係有情結嘅。由以前50年代、60年代嗰啲街邊車仔檔，到後來70、80年代開到入鋪位嘅細蓉、蝦子撈麵，我哋對雲吞嘅要求好高，皮要薄，餡要鮮，湯要清，仲要有嗰陣陣陣嘅大地魚香。但係呢幾年，大家有冇發覺食碗麵越來越貴？去中環食碗名牌雲吞麵，閒閒地要50-60蚊，仲要細細碗得嗰4粒，男仔食2啖就無咗。就係喺呢個消費降級嘅大環境之下，元記呢類過江龍睇準咗個空位，一嘢車入嚟。我哋先講下元記嘅背景。呢個品牌其實唔係咩新嘢，佢喺大陸已經係個巨無霸。追溯返去2012年嗰陣，佢哋喺佛山起家。你諗下，由2012到而家2026年，短短10幾年時間，佢哋喺全國已經開咗超過3000幾間分店。3000幾間係咩概念？即係你喺大陸求其行入一個商場或者一條步行街，基本上都會見到嗰隻黃色。而佢哋落嚟香港，其實係帶住一套已經磨練得非常成熟嘅降維打擊戰略。第一招殺人技就係我標題講嘅櫥窗表演學。你有冇發現每一間元記嘅門口一定會有一個透明玻璃大櫥窗，入面坐住幾個阿姐，戴住口罩手套，摩打手咁喺度包雲吞。呢招真係絕。香港人最驚咩？最驚食到啲預製菜，最驚啲嘢係工廠冷凍咗半年先攞出嚟。元記就係利用呢個心理，將製作過程變成一場 show。你行過路過，見到啲肉餡係鮮紅色嘅，啲皮係即場出嚟嘅，個阿姐個手勢快到好似拍緊功夫片咁，你心入面就會產生一種錯覺，呢啲嘢好新鮮。喺心理學上，呢種叫視覺可見嘅新鮮感。比起你入到去餐廳，睇住本餐牌寫住即叫即做，你親眼見到個生產過程，嗰種信任感係完全唔同層次。而且呢種櫥窗設計仲有一個隱藏功能，就係吸客。你諗下，當你15、16唔知食乜好嘅時候，見到個阿姐包得咁過癮，你就會不知不覺行咗入去。呢種就係所謂嘅流量密碼，佢將原本枯燥嘅準備功夫變成咗免費嘅街頭廣告。咁你會問，請咁多阿姐喺門口包，人工唔貴咩？呢度就涉及佢哋第二個戰略，標準化同埋去廚師化。香港傳統雲吞麵店最值錢嘅係嗰個師傅，個師傅要識包雲吞，要識煮湯底，要識控制火候，無咗佢間鋪就唔使開。但元記呢類品牌，佢哋嘅核心競爭力唔係師傅，係供應鏈。佢哋喺廣東地區有巨大嘅中央工廠，啲麵粉、肉餡，甚至係包雲吞嘅配料，全部都係由中央工廠統一配送。嗰啲喺櫥窗包雲吞嘅阿姐，其實唔需要咩高超廚藝，佢哋只需要經過3、5、7日嘅培訓，學識嗰個標準嘅包法就得。對於老闆嚟講，請一個包雲吞嘅阿姐，人工絕對平過請一個大廚。而且因為所有嘢都係標準化，今日喺元朗食嘅味道，同聽日喺尖沙咀食嘅味道係一模一樣嘅。呢種可複製性係令佢哋可以快速擴張嘅關鍵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一定要講下佢哋嘅定價策略。點解可以做到咁平？2024、2025呢2年，
香港嘅零售市道其實幾慘淡，但元記一入嚟就係用緊大陸嗰套高性價比嘅打法，佢哋透過極大規模嘅採購，將成本壓到最低。你買一斤豬肉要60蚊，佢買100噸豬肉可能每斤只需要30蚊。呢種規模效應係香港單打獨鬥嘅小店永遠做唔到嘅。再嚟就係農村包圍城市呢套老牌戰術。你睇返元記進軍香港嘅路線圖，佢唔係一上嚟就去中環國際金融中心 IFC 開鋪，佢係先去邊度？深水埗、元朗、荃灣、大埔，呢啲係咩地方？呢啲係香港嘅住宅區同基層區，呢度嘅人對價格最敏感，亦都係最需要平價、飽肚嘢食嘅一群。佢哋先喺呢啲地區站穩腳步，利用口耳相傳建立口碑，等大家習慣咗佢嗰隻味道同價錢之後，先至開始慢慢滲透入商業區。呢種做法非常聰明，因為商業區嘅租金係住宅區嘅幾倍。如果一開頭就喺核心地段燒錢，好容易會因為未企穩陣腳就燒晒啲資金。佢哋係先揾到生存空間，再去揾發展空間。而且呢啲過江龍仲有一招好犀利，就係全時段經營。香港傳統嘅麵店可能做完午市同晚市就收工，但你睇下元記，佢哋除咗堂食，仲好強調生鮮外帶。好多師奶或者返工一族收工經過見到個阿姐包得咁靚，就會買半斤生雲吞返屋企煮。呢種生熟結合嘅模式，令佢哋嘅坪效，即係每尺地方產生嘅營業額提高咗好多。你堂食可能要霸你半個鐘位，但我賣生雲吞俾你，你買完即走，我1分鐘就做完你一單生意，仲唔使洗碗，唔使服務。講到呢度，我不得不感嘆，香港嘅餐飲業真係面臨緊一個前所未有嘅大變局。以前我哋講過江龍，通常係指日本嘅拉麵、美國嘅漢堡，或者係台灣嘅珍珠奶茶。但而家呢波過江龍係來自內地嘅連鎖品牌，佢哋帶嚟嘅唔單止係嘢食，仲有一套完整嘅大數據管理、供應鏈邏輯同埋極致嘅成本控制。對於香港本土嘅細鋪嚟講，呢種打擊係全方位嘅。論價錢，你做唔到咁平；論速度，你無佢咁快；論營銷，你無佢嗰種櫥窗表演。咁香港本地店係咪死得？又唔一定。其實呢場洗牌亦都係一種優勝劣汰。以前好多鋪頭仗住自己係老字號，環境又污糟，服務又差，味道10年如一日無進步，仲要年年加價。而家元記呢啲品牌入嚟，其實係逼緊大家進步。你要生存，就一定要做出差異化。例如元記嘅湯底可能係用粉勾兌出嚟嘅，咁你就要堅持用大地魚同蝦殼熬足8個鐘嘅真湯底。元記嘅餡料係工廠配比嘅，你就要堅持用本地新鮮黑毛豬。總有一批客人係願意為咗嗰份匠心同真味去俾多10蚊、20蚊。但如果你想同元記鬥平鬥快，咁你基本上係死路一條。其實元記嘅成功亦都反映咗香港人生活模式嘅轉變。喺2026年初嘅今日，大家嘅生活節奏越來越快，口袋入面嘅錢亦都越來越見使。大家唔再追求嗰種虛華嘅裝修，而係追求一種踏實嘅飽足感。元記俾到你嘅，正正就係呢種感覺。仲有一點好值得研究，就係佢哋對品牌形象嘅經營。你睇下嗰隻鮮黃色，其實係非常有侵略性嘅視覺語言。佢會強行植入你嘅大腦，令你一諗起雲吞，就會聯想到嗰隻色。呢種連鎖化嘅視覺統一，係分散嘅個體小店好難抗衡嘅。當一個城市嘅街道慢慢被呢啲統一樣式嘅連鎖店佔領，雖然我哋食嘢嘅選擇好似多咗、平咗，但嗰種屬於香港街道嘅獨特性，其實亦都喺度慢慢流失緊。講到最後，元記呢類品牌嘅殺人技，其實歸根究底得4個字：工業思維。佢哋係用開工廠嘅邏輯喺度做飲食，由原材料採購、物流配送、門店操作到顧客心理分析，每一個環節都係精確計算過。
而香港傳統飲食業好多時係靠人情味同感覺。當工業思維撞上人情味，短時間內工業思維一定會贏，因為佢效率高，成本低。但係長遠嚟講，我哋都係希望香港嘅飲食界可以百花齊放。過江龍嘅入嚟，可以刺激本地品牌轉型，學習人哋嘅先進管理經驗，但同時亦都要保留返香港嗰種對美食嘅執着。唔好到最後，我哋行勻全香港，由柴灣去到屯門，見到嘅都係同一隻黃色，食到嘅都係同一隻味道。如果你係消費者，你可能覺得係好事，因為競爭帶嚟咗低價。但如果你係一個熱愛香港文化嘅人，你可能會覺得有少少唏噓。呢場大洗牌先啱啱開始，未來仲會有更多內地品牌落嚟，例如酸菜魚、烤魚，甚至係嗰啲連鎖火鍋。香港嘅飲食業正喺度經歷緊一場換血。最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最近有冇試過呢啲過江龍？你覺得佢哋嘅味道同香港傳統嘅雲吞麵比起嚟，邊個更好食？或者你係咪覺得平就已經贏咗一半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交流下。呢個大洗牌嘅時代，每一個人嘅選擇其實都喺度塑造緊香港未來嘅街道面貌。其實元記嘅故事亦都係一個時代嘅縮影。喺2010年代，我哋可能仲覺得大陸嘢等於低質，但嚟到2026呢個時點，你會發現佢哋嘅商業模式已經進化到一個好恐怖嘅地步。佢哋唔單止係賣產品，仲係賣系統。香港嘅創業者如果仲停留喺我煮嘢食好食就得嘅思維，真係好難喺呢場風暴入面生存。我有個朋友係做咗20幾年嘅麵店老闆，佢今年都50幾歲。佢同我講，以前佢最自豪嘅係自己親手打嘅竹升麵，但而家佢見到隔籬條街間元記每日排長龍，佢自己間鋪就門可羅雀。佢好感慨咁話，而家啲後生仔已經唔係好分得出咩叫大地與鄉，只要夠重口味、夠平、夠新鮮，佢哋就收貨。呢種口味嘅斷層，加上商業模式嘅降維打擊，令到好多老店都萌生咗結業嘅念頭。不過危機亦都係轉機，我見到一啲香港嘅後生仔，佢哋開始學識將連鎖化管理同本地情懷結合。佢哋開一啲新派嘅麵店，裝修好摩登，有品牌設計，但骨子裏依然堅持用返本地嘅新鮮食材，堅持嗰份老味道。雖然價錢貴少少，但依然有一班死忠擁躉。呢種可能就係香港飲食業未來嘅出路。所以話元記雲餃嘅成功唔單止係一門生意咁簡單，佢係一個信號。佢話俾我哋聽，香港嘅大門已經完全打開，競爭唔再局限於呢700萬人之間，而係要面對成個大灣區，甚至係成個中國內地成熟商業模式嘅挑戰。呢場櫥窗表演學嘅大戲仲有排做。我哋作為食客，除咗食到平嘢之外，亦都唔好唔記得支持下嗰啲仲喺度默默耕耘，守護住香港味道嘅本地老店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元記喺香港嘅擴張速度，其實仲快過佢哋喺大陸嘅一啲2、3線城市。呢個現象好有趣，點解香港呢個成熟市場會咁快被攻破？其中一個原因係香港嘅標準化程度其實一直好低。除咗大快活、大家樂呢類連鎖集團，大部分嘅茶餐廳、麵店都係各自為政。面對住元記呢種有強大後台支援、有大數據分析、有精準定位嘅對手，簡直係好似拎住把木劍去對抗人哋嘅激光炮咁。而且元記仲有一個細節做得好，就係佢哋嘅社交屬性。你睇下佢哋嘅包裝袋，佢哋嘅裝修顏色係非常適合影相打卡嘅。喺而家呢個相機食先嘅年代，如果一間餐廳唔具備打卡嘅潛力，其實已經輸咗1/3。元記深諳此道，佢哋嗰種閃黃色喺 Instagram 或者 Threads 上面係非常搶眼嘅存在。所以我哋講嘅殺人技，其實唔係單一嘅某一招，而係一整套組合拳。由租金談判能力、供應鏈優勢、標準化培訓
到品牌視覺營銷，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好極致。呢種極致，正正係以前香港好多小店所缺乏嘅。講到尾，呢場香港飲食業嘅大洗牌，雖然帶嚟咗競爭嘅壓力，但亦都係一個重新檢視價值嘅機會。到底我哋想要嘅係效率最高、最標準化嘅嘢食，定係嗰種帶有一點瑕疵但充滿個體溫度嘅手工藝？呢個問題，可能每個人心入面都有唔同嘅答案。2026年，香港嘅街頭依然繁華，但味道已經喺度悄悄改變。原記嘅鮮黃色招牌依然喺夜晚閃爍，門口嘅阿姐依然喺度不停撳包。呢場農村包圍城市嘅戰役，似乎已經大獲全勝。而我哋作為呢個時代嘅見證者，唯有用我哋嘅味蕾去記錄呢段屬於香港嘅飲食變遷史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呢個深度分析，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